1999年9月20日半夜1點47分，全圖規模7.3屆9日大體統，造成全台灣2455人死亡，2萬之前305人受傷，84255戶嘅戶口轉壞鐵，全台經濟損失3600億。當年入項目乜計都冇咧，喺度同衝嘅係前線嘅青年未冇睇咧，因專注挑明15點運營班講嘢了。完全後事龍辦完的時候，我整個人都崩潰，連我的眼睛哭到都也變到飛蚊症。冇個冇睇咧，真見要叫先叫，咪對咩叫10年內，出生3萬個售票上通，該世界收入嘅畫面還係幾多清清楚楚。好在漢上嘅人唔想為督錯法過之身，佢哋懂政治、懂新聞，5年時間半體統大王鐵。調價用點每時都後日嘅寬帶影響。調價老來個地共衝突無限走邊老街樂高，也會係推出線上嘅這件內陸專賣店，地圖就規劃好各種各種嘅純內陸老內陸製品。這個東西都是可以直接吃的。這個人買緊你吃看了嗎？很好吃啊！不要了，很好吃啊！哦，這個真的很好吃，我不騙你，不會像那個那麼可怕。一樣。啊，奇怪啊！俺睇拿來做餅的安好些，但是跟原料是太久樣全白些。調價全指向兩方面係9日大體統嘅所在乎，10年前嘅體統回家屋老希望都冇睇咧。9日體統嘅是愛防止全倒，那因為我之前做風水嘛，做風水也是個直接牽扯到，你講3個人都冇好帶咧，你有可能去做風水。比如說那個蟹部分是失敗的話，財力來源有問題開始就房子嘛轉敗的啦，啊嘛破產啦。冇米嘅人年，全指向轉虧咖比湯漲至漲年，提出嘅提本發展差負，會計2次破產，未會計強行到冇路好行。最苦的是我點樣朋友到4年啦，拿咗連100塊都冇。你那吞掏錢係最辛苦的事，難樣全力面對，都冇法度面對，像講看唔開，想走了斷這條路。你打電話對講我下面錢嘅生意冇法度辦，我希望講我下輩子做牛做馬怎來辦？當時已經半昏迷狀態，引起2級發，唔清好意思。第2天起來的時候走加護病房，到個東西我就振作起來，我漸漸振作起來，因為我看到人心的那一面，唔似家冇工作，冇人冇看得起。冇錢解決機會，本身只向對前往當中想過來，面對天公包本幾個壓力考驗，貴婦兒用為老夫妻窮下行出暗障。孩子真的是有用心在守住他們要面對的生活，所以說在這個案的過程當中最感動的還是孩子沒有放棄。同阿台家常常在分享啦，真的說要懂得感謝失敗，感謝挫折，我們才可以這樣子慢慢一路從零從不會慢慢來學習。我冇完全成功來講，我是在講我已經有爬起來了哈。但是這個過程讓我感觸到多人生的那個經歷過程的感慨啦。但是為這句話，做係一家人，做係姑娘，做係少年，係人的動力，做係人一家互相扶持，才爬得起來。只為皮空頭很祝福，注入希望，支持人婦行業嘅愛，全是向行出人生嘅前行落帶。可能有個人係當好彩嘅，有一次幾次嘅朋友。
进点是2年啦，那种的先进研究，进当初大家朋友像咧安多啊，拢讲下身体力量将会北方啊，啊无话正经可能吼，讲正经可能是失败咯。今日只提土或點用下嘅熱鬼模特咧，阿哥阿姐咪係數在乎，貴婦人黐差唔多講唔得，安泰嘅精神壓力會基礎到咧小物質。咱咧是個正經濟無法度咧，也평균無法度嘅事，啊可能自家，開一粒、4一粒嘛無效，2粒嘛無效，3粒就成個唔可以咧，可能自家上卡開得。第三期協會理事長嘅鼓勵下，點用下啲大馬步下個每月生產合作沙度，重新簽到嚟人生方向。俺嘛都後續的2年吼，俺的規劃面將名氣越來越好，因為大家買獎以後，攏會同俺演播傳播講，俺的規劃面真的是很用心的挑，啊，較真材實料無假講嘛嘅東西啦，嚟啦。到了皮嘅到規劃項目。合作社嘅所在地大馬步地區係前台出現新嘅客家總頭，今日之後後富士馬家，當然透露魔力，地緣政府嘅葡萄下成立合作社，將客家媽媽嘅好手藝商品化過後大量生產，發揮生產力，咪提升社區當到家庭重新起嚟起來。一開始俺都係一隻快速路，一隻鍋，啊一隻。綠草，俺都係按嚟做，反正俺2-3點位，俺馬上嚟做。除係按件性，雖然掌櫃學時節認為商品賣唔出去為了錢，不過天天嘅器材過後，入至最後嘅時節，至張業人數是就40-50萬元。南白記到下個希望就得控台服務範圍，不記得來照顧其他人。所以，俺哋青態願望都係講，俺哋產業夠做了夠較好，夠較進步，可以把我們的餘力啊，我們也受到很多人的幫助。如何本人讓個下人本應該投入，記得要動心嘅體會。家庭社區組織相幫相提，相互尋找，行出苦難。俺用嘅呢個地在後嘅台灣社會度就動到。南挑人唔取向，兩棟原來都屬分養嘅風車產業，唔但長本在面如嚟新嘅目標，攞經濟來源，甚至沒落嚟40多年嘅風車文化，要開始發展起來。看那個係貴人嘅戰場，當兩個在車上冇聽過。日本書台日本人對淨土創業阿薩姆風車來做。該世界是係老日本天風進攻嘅用製品，品質還要做得老國際著名嘅西蘭風車、太極涼風車相比，就基於台灣傳嚟台北嘅運費，東方嘅世界產染面積還係有3000公頃。不過，也按好嘅講見，第6浪年推過後，就睇嚟台灣產業結局改變，歸為大家風車進口了到人數嘅影響，天天嘅沒落嚟。是做得盡做盡了茶。以前風茶、中風茶咩落太工廠做都驗了茶添啦一般人一限得自己念。為到增水，向面想出貴種高經濟價值嘅檳榔樹，貴山茶樹變做檳榔樹。不過，除咗10年前，如完全冇窮入嚟。9年之後，上海動力會嘅中部地區行等領域發展。除了心靈重建之外，最重要嘅係本大家都做穩定嘅經濟來源。喺推動重建嘅過程當中，唔只有用社區總體發展嘅概念，更係用風車來做重新出發嘅基礎。推動了，人家冇寫到500隻，500隻人有錢攞賺，冇人家客家人冇錢賺。推動過後，唔只發展風車產業。每半日都經驗當到嘅就參與主搞出來咧，嗰邊就可以用機器質嘅做法，做下貴族手工質。熱心2日嘅風車，精緻化製作過後，你喺市場行賣到5萬賣，主機係豐用推車18號最受歡迎。我記得34年前一公斤嘅茶牆咩10多萬元天，到2下都推動之前咩行10多萬元天，2下呢？
太统一了了后，你海茶厂一斤有法度卖到200元，加速度，哎，差不多10倍啦，才10几倍哈。假使變好，當到香港落貴重變龍樹嘅風車站要重新復工，唔過正開始當到農民都當義夫，食寒天天唔敢凊彩去做。哦，比如講你一種下去啊，海白茶到嚟賣好價賣唔好價，係唔係要像以前哈？要人嚟家私按摩嗬，種下去嗬，佢都冇法都成法啦。所以講嗬，你係要按嚟送機啊茶農咧。佢看佢種了按落，佢看佢種了按落，你一撒嗬，咁樣嗬，留變龍樹嗬嚟冚鐵倒鐵，然後就計種唔隨用嘅風茶。義父冇睇過後，唔處風茶見來見好價，茶農想出推出自主品牌，甚至轉向休閒觀光。可以來續杯哦，喝一些熱的也蠻不錯的。就是冷泡紅茶，台茶18號，喝一喝，杯子不要丟掉哈，可以來。加到5區10水沙期30兩年嘅支付妹，當10萬推銷自家生產嘅風茶產品。今日嘅時節10水50件副歌，有40件轉貼，為咗沙期就得講係轉了了。你哋係按床咩去過夜嘅，冇法度講，都不可以叫，都會全部跌下來，冇按好窮嘅事情啦。用嚟結叫嘅時間爭行出來用嘅手通。哦，要2-3年呢。哎呀，而家那鐵桶都會驚哦，搖按叫咩一走冇走就做唔得咯。等下10年前冇被砸死嘅，而家爭就被砸死按眼望。該世界村民自家做先重建為燃費，該團線該政府完成過後，未順勢轉獻做沙期發展協會，繼續帶動沙期發展。看到前景，當到茶農田一台轉到農村，未做嫁出去嘅每個轉來賣地去民宿。你有簽到香港人，每年下講沙期嘅邊隻合發展嘅個準？有啦有啊有，亞布卡咩有，偏遠嘅咩有啦有。你一天我講做得做生意，有法度每日都轉來，小香港人轉來有法度成法，爭做得險去轉來啊。因為木卡存落貨嘅天。但是木係要順道嘅了後嗬，香港人哋我輩嗬，唔放心，哦，要進來上講啊，估咧就木，估咧就劍，哦，估會好來，啊，盡晒估老人家。9日之前，居民相互之間還冇愛情，想唔到啲經過熱衷城市天災過後，大家要嚟強勢，強下會來打拼。顛倒發展出嚟，從見面中嘅情感。9日之鐵通將兩地土地落嚟深深感覺到，昨日揭發出台灣人東王東源嘅生命事件，老付出父愛嘅精神。就得講時光之擺嘅基調，少年見面嘅皮嘅傷口，下塊日出愛背個個。